立法院内政委员会13来到新竹讨论新竹合并相关的行政区域加地质法修法，不过却无看到新竹市政府派人来参加会议。市长林志坚表示，立委应该伫立法院负责审查法案，不应该用技术性来阻挡大新竹的合并审计。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透早来到新竹市议会，针对大新竹合并升级议题进行地方意见交换讨论。特级委员林维洲对新竹市长林志坚无来参加会议表达真遗憾。民进党总召华建民强调，希望后礼拜第三地委员会进行相关讨论。比较可惜的就是新竹市政府，我们等一下再看看是不是有派人参与了哈。我觉得再一次强调，就是说有不同意见，我们都是表示欢迎。那当修法的时候，就可以参酌各界的意见，将来修法的内容就会更完整、更周延哈。下礼拜才要审计司法，审核以后出委员会要1个月以后才有表决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，国民党有3个立委提出3种版本的地方制度法，而且佮要求必须先送地方议会同意了后，再去送行政院。这款做法反背地方的意见，用了很多技术性的方式在做杯葛哦。那我相信，市民县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哈，他们一定会记得是谁在阻挠大新竹的合并升格，在阻挠这个大新竹的发展哦。另外，针对新竹要成立合并升级专案办公室，林志坚也强调，目前正在邀请专家学者参与，看疫情变化，应该在过年后成立。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。